Hello，唔知你有冇搭過叮叮呢？香港電車喺1904年通車，電車服務覆蓋香港島主要地區，例如係中上環、銅鑼灣、堅尼地城等，至今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啦。不過你又知唔知點解電車叫做叮叮車呢？係因為電車行駛嗰陣會發出叮叮嘅警示聲。叮叮車可以話係香港嘅經典之一。因為除咗我哋依家可以乘搭嘅叮叮車，全部都係香港製造到之外，香港電車仲係香港第一套大規模嘅運輸系統，更加係全世界被稱為最大服務中雙層嘅電車車隊，可以話係充滿文化同埋歷史嘅味道，所以好多遊客嚟香港都會特登去搭叮叮車㗎。復古嘅叮叮車喺生活節奏急速嘅市區慢駛，提醒都市人喺忙碌之餘都要慢落嚟，留意身邊嘅風景。因為大部分嘅電車都冇冷氣，所以我哋可以一邊坐叮叮，一邊可以欣賞下同埋享受一下自然風。一講起叮叮車，我哋最先諗起嘅一定係呢個深綠色嘅經典120號電車。以前嘅電車為咗善用二戰後剩低嘅塗漆，都油晒深綠色，所以深綠色可以話係電車嘅標誌顏色。而家呢隻綠色已經被 Pantone 命名為香港電車綠啦。而依家新代嘅電車外觀已經多咗好多花樣，唔單止有唔同嘅顏色，仲貼咗好多唔同嘅廣告標籤添，亦都有唔同嘅主題電車。如果你想懷念下以前嘅電車，你就可以睇翻以前一啲經典嘅電影，因為叮叮其實有好多電影都有取景嘅，例如係胭脂扣、女鬼如花同埋報社記者袁永定喺電車上面嘅相遇。雖然電車風景依舊，但係佢哋已經天人相隔，物是人非。又或者你可以去睇下《阿飛正傳》，電影中劉德華同埋張曼玉沿住電車軌散步，透過叮叮反映出香港嘅浪漫。所以叮叮除咗喺路軌上邊行駛嘅交通工具之外，仲係一個充滿故事同埋文藝氣息嘅一個地方嚟㗎。咁除咗叮叮之外，你哋知唔知輕鐵都係喺鐵路度行駛嘅呢？輕鐵喺1988年通車，係服務新界西北部嘅輕便鐵路系統，喺元朗、天水圍同埋屯門都有行駛㗎。起初，輕鐵車廂嘅設計係遺產白色塗裝，喺輕鐵被納入港鐵公司之後，車廂設計就改裝成主要係藍色、紅色同埋黃色。而最新式設計嘅輕鐵車廂，車身係以白色為主，以紅色、淺黃、淺紫線條作修飾。咁輕鐵咧亦都有全港獨有嘅開放式收費系統，所以咧月台上面就係唔會見到有閘機嘅。叮叮就會俾人一種好慢活嘅感覺，而輕鐵就唔同啦，因為好多大西北嘅居民都會選擇乘搭輕鐵去返工返學，所以平時喺繁忙嘅時段，輕鐵都會好多人搭，好逼嘅。俾人一種都幾壓抑嘅感覺。不過輕鐵除咗係大西北嘅主要交通工具之外，其實亦都係一啲著名電影嘅取景地。好似我而家企喺呢度就係著名電影《幻愛》嘅取景地——屯門景豐站。《幻愛》嘅男主角阿樂係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嘅康復者，佢性格孤僻，所以編劇同導演就揀咗屯門呢個偏遠市區同埋偏僻嘅地方嚟作為取景地啦。而輕鐵流動嘅光影亦都襯托出愛情嘅患得患失，反映出阿樂對於愛情嘅孤獨同埋渴望。
所以輕鐵絕對係新界西北區嘅一大特色，代表住大西北獨有嘅生活氣質。咁叮叮同埋輕鐵兩種交通工具，你又覺得邊種特別啲呢？不過無論你中意邊種交通工具多啲都好，佢哋都係代表住香港電影文化嘅重要一環。好啦，咁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